先来讲四句联。来，郭文先讲吼，讲周休2日，佚佗往起高啊。健行爬山，青春较袂老啊！上山踏青，垃圾不乱倒。生态保护，大家做环保。你两个都正个讲国语哦。你看有这句吼，这话吼，咱就知影讲吼，环保真重要。咱的祖公真巧呢，2000年前吼，就老俗语讲教示讲吼，环保要做好。你若唔信，叫咱的开心辣妹出来讲看卖，你就知。来，请。火烧山，连累高。哎呦，安尼知影吼？我知，咱的祖先拢搞。咱我这水火上无情啦。咱来出去外口吼，郊游啊，迄食粉末。迄粉粿乌白蛋，还是讲吼，迄行目行山吼，迄火种无创好花，到时风一吹来吼，大火，哎呀，规个森林拢总大火起来吼，要拍火就真困难啊。迄山顶的新闻是咱的资源，你甲想，为着起厝啦，有一寡工程哦，该破坏伊的水土保持哦，已经足歹解决咧。何况讲哦，是因为咱去山顶佚佗，伫遐行目，无注意火，烧着咱的天然即个资源，树啊烧了，这若落雨啊，风台来时哦，会造成土石流，安尼会造成灾害。你佫有法度通讲吼，咱若去山顶啊烧着树啊烧着火，啊，再佫这风台来雨来，安尼都火气啊！毋是火火气，毋是火火气，人嘛会火气啊！啊，讲实在，咱今日这个俗语讲火烧山，连累高。连累高这是安尼，就是因为要押韵，要讲会好听。啊，事实有影火烧山，山顶大高啊，啊，迄高拢去连累着，表示讲做咱外口伫咧做事业，也是咧做工课、做代志。有当时咱来做歹代志，有当时连累着咱家庭的人，是牵拖着，所以袂用做歹代志。是啊，尤其是你做歹代志。你家己一个人受灾殃，连累到你的某啦、你的囝啦、你的囝孙啊，真无道德、真无良心啊！来，咱的俗语呢，开始咱要搁加强一下。火烧山，连累高。哎，这句俗语呢，讲火烧山连累高，甲大家讲哦，火烧山毋是连累高尔，连累着你，连累着我，连累着咱的世世代代，咱的子孙。所以咧，环保爱做好，做万项代志嘛都爱啊，凭良心。